联合国主办的第2届政府防治塑胶污染谈判委员会昨开始伫法国巴黎召开，有175个国家的代表参加哦，希望讲会当伫1档内底讨论出受到法律约束的联合国条约，来减少全球的塑胶污染。自1950年工业革命了后，塑胶开始大量生产，属耐用、便利性悬。家庭用品、生活用品、饮食用品，也是工业用品，四季拢是塑胶制品。那过去20年之间，全球塑胶年生产量已经翻1倍，来到4亿6千万吨。估计未来40年也会增加2倍。这么大的产出量，其中有2/3的制品，方用过1摆也是2摆都断掉，当作废弃物。超过1/5的塑胶，方随意倒掉，也是非法用烧的。土线回收的也无够10%。We gathered here in Paris because the linear plastic economy is gushing pollution galore, choking our ecosystems, warming the climate, damaging our health. And as ever with the triple planetary crisis, that crisis of climate change, the crisis of nature and biodiversity loss, and yes, the crisis of pollution and waste, people in the poorest nations and communities, they suffer the most. 20去105天，伫法国首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所举行的第2届政府之间的防治塑胶污染谈判委员会。5万余个175个代表会当有共识，伫1年的时间内推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联合国条约，终结全球的塑胶污染。根据联合国环境署 UNEP 较早公布的蓝图，计划透过利用回收加重新定向，参另类材料3个方向，伫2040年前减少塑料污染80%。UNEP 执行长安德森指出，按照目前所达成的约束，到2024年，只会当减少8%的塑胶污染。We have to really cap virgin plastic production upstream. So for us, the plastic life cycle already starts with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for the feedstock for plastic production. 不过，检讨这个大议题，唔但非政府组织甲产业代表之间意见真无同，国甲国之间也分做2大阵营，一个是由卢安达、挪威、欧盟、加拿大、智利甲日本等50国所成立的所谓向心者联盟，希望会当达成一套由顶面到下面的全球规范。另外一个是消极派，主张由各国应用地方特性提出解决方案，坚持回收甲土线的废弃物管理，而唔是减速。像中国、美国、沙特阿拉伯等。就由输出国家组织欧派克成员国，在这个同时，绿色和平根据真侪项科学研究所做的报告指出，塑胶回收的过程也会将真侪像苯这款的有毒物质释放到环境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